旅行嘅時候咧，相信大家都希望可以旅途無憂㗎。我哋非常之開心可以邀請到專業食材商大殺老闆阿 Sam 哥親自嚟到台上同大家講下去旅行點解可以防病嘅攻略啊！我覺得大家如果無論你係幾百蚊至到幾萬人去安排一個旅遊嘅時間咧，唔好吝嗇事先嗰個嘅預備。喺東京街頭嘅時間見到靚女一齊影張相嘅時間，戴口罩同唔戴口罩嘅分野好大啦。去旅行嘅時間咧，不妨帶定一盒，不妨事先食一食，預防我哋係去旅行之前受到不必要嘅感染，呢個係好有效，特別係喺起病之初，呢個係非常之有效嘅。事前少少嘅預備，少少嘅一劑藥嘅價錢，預防咗嘅時間，令到你呢一日兩日一個星期嘅旅程係值回票價。泰國嘅冇錯，有沙灘嘅，唔知係咪生界？都俾埋你啦。 OK。令到你嘅旅行呢個體驗咧係值回票價。